中央银行宣布维持目前第7波房市信用管制。有房市专家表示，除非刷落来2季厝价拢有跌，这信用管制措施才有可能放力。若市场是传讲后半年房市的建商会经袂调，开始倒踏。不过民间团体认为，毋是厝卖袂出去，是厝价伤悬啊。 央行总裁杨金龙在第2季理监事会议宣布，维持第7波房市信用管制，暂时无第8波。总量管制现在是37.08，如果说以这个标准来讲，它还是高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信用资源还是太过度在那边。 我们的房价还是有一点在成长的，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为什么会决定，我们还是要持续。杨金龙表示，下半年是毋是放量管制，都要看不动产放款集中程度甲房价是毋是有改善。以上新实价资料来看，去年4月全台湾二手市场公布件数，平均一天超过500件。今年4月，落甲剩较无120件。进一步观察力度，今年4月二手厝的件数，包含台北、新竹县市，一甲台南、甲高雄。 拢落加个位数，只是交易量有萎缩，不过是安怎厝价也是真悬的。因为预售屋禁止转售的关系，导致市场的卖压没有出现。因为投资客他没办法抛售手上的预售屋物件，那市场没有卖压，当然就价格就比较难降下来。一句老话，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啊，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啊。那这个其实就是政策想要达到啦。 你就想办法降价嘛。原先袂少建商拢还搁咧期待央行放量第7波信用管制，不过即马无希望啊，等无房市的春天。专家认为，除非央行的信用管制措施有6-7年以上，才有可能会影响建商规定化度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